你的房子盖得好不好？100家都说它好嘛。但是他不愿意拿出来给人家 review。保铺是全流程的认证，全流程就是包括施工一直到交屋这一块，新建的每一个流程里面，我们做查核。无二标准是有非常严格的现场检测的，我们还要派第三方到你现场实时的抽查、测空气、测水、测光线。健康人居之前，你首先是安全。特别是台湾耐震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保铺的所有的房子耐震设计的部分已经拉到了核电厂的那个标准去了。买到了一个有国际认证的一个房子，你才能够住得安心、住得久、住得放心。保铺的想法是说，我就把我自己放一个透明的鱼缸里面，给大家来看，大家来 justify 我们的品质。